我曾經面試過好多 sales， 通常我都會問佢一條問題：點解想做 sales？ 唔使問10個有9個都係為咗揾多啲錢。不過咁多年我面試咗幾百人，真係有人講出另外一個答案，就係想透過做 sales 改變自己嘅人生。改變啲咩？有人話想練好口才，有人話想建立更強嘅自信，甚至有人話想練大個膽去識女仔。點解做 sales 可以將一個人徹底改變呢？冇做過 sales 嘅人永遠唔會明，銷售嘅過程磨練嘅從來唔係淨係把口，係你嘅心態、眼界同埋內心嘅修煉，可以將普通人脆弱嘅玻璃心變成堅硬鑽石心嘅煉獄過程。冇錯，呢份工唔易，成日要俾人拒絕，又攰又辛苦。但係當你夠膽直接面對恐懼，並且克服佢，你嘅人生就會打開一個全新嘅大門。以前嘅你只會遠遠咁偷摸，覺得唔屬於自己嘅機會。而家你會忽然發覺，咦，原來我都可以㗎喎。不過又會有人話 sales 份工唔夠體面，但係你有冇諗過一間公司最重要係邊個部門？咪 sales 咯，揾錢最多嘅崗位係邊個？係 top sales 咯。而最容易由打工轉做老闆嘅又係邊班人？都係 sales，因為手上有客啊嘛。李嘉誠都係由 sales 做起㗎咋。我一直覺得每個人其實都係人生裏面嘅 sales， 想約朋友陪你睇戲，你都要說服佢套戲有幾好睇；想個仔努力讀書，你都要說服佢讀書帶嚟嘅好處；想老公買個手袋送俾你，你都要花心思同佢講，買咗個手袋俾老婆孭出去威就係老公有面。其實人生何處唔係 sales 啊？想說服帶動任何人去幫你，你都要用到銷售嘅技巧。所以我真心建議一班創業嘅朋友好好磨練自己嘅銷售技巧，就係人生最好嘅投資。我係 Anthony Liu， 香港 BNI 高級董事顧問，關注我，同你分享更多香港創業同埋拓展人脈嘅技巧。